好多人都以為香港嘅歷史係由1841年英國人登陸水坑口之後先至開始，甚至以前我哋讀書教科書開頭都會話香港開埠之前只係一個寂寞嘅小漁村。但係如果你真係咁諗，咁你就大錯特錯啦。你知唔知喺清朝初期，香港曾經有過一段消失咗嘅50年？當時嘅香港唔單止唔係漁村，簡直係一座死城。成個地圖上嘅居民係被強制清空晒，而喺呢段空白期前後，香港更加發生過一場震撼世界嘅海戰。主角係大家細細個就聽過佢個名嘅張保仔。佢當年對抗嘅唔止係清朝朝廷，而係包括葡萄牙同埋英國在內嘅三國聯軍。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拆解呢個被歷史書刻意遺忘、充滿血淚同埋傳奇嘅香港前傳。其實講到香港係小漁村呢個說法，根本就係一個流傳咗過百年嘅大誤會。如果我哋將時間撥返去明朝或者清朝之前，香港其實一啲都唔寂寞。早喺宋朝、元朝嗰陣，大埔已經係出名採珍珠嘅地方。而家嘅官富場，即係今日嘅九龍城一帶，更加係當時皇家重要嘅鹽場，甚至連香港呢個名都係因為當年呢度出口一種好名貴嘅香木，叫做莞香，先至會被稱為香港，即係香嘅港口。所以話呢度由頭到尾都係一個有經濟價值、有戰略地位嘅地方。但係點解後來會俾人覺得係荒蕪嘅漁村呢？呢度就要講到一段令香港消失咗50年嘅慘痛歷史，就係清朝初年嘅遷界令。呢件事發生喺1661年，當時清朝啱啱入關冇耐，雖然坐穩咗中原，但係南面仲有一個令佢哋好頭痛嘅對手，就係退守台灣嘅鄭成功。鄭成功手下有無數咁多嘅戰船，經常喺沿海一帶騷擾清軍，而香港呢啲咁多海島、咁多隱蔽海灣嘅地方，自然就成為咗反清勢力嘅補給站同埋基地。為咗斷絕沿海居民對鄭成功嘅物資支援，順治皇帝同埋後來嘅康熙皇帝下咗一道極之殘酷嘅命令，由山東一直到廣東，所有沿海居民必須要向內陸搬遷30至50里。呢個遷界令對當時嘅香港嚟講，簡直係滅頂之災。喺1662年，即係康熙元年，當時嘅新安縣，即係今日包括香港同埋深圳在內嘅地方，所有村民都要拋棄自己嘅家園、祖屋、農田，拎住有限嘅家當，被官兵趕住走入內陸。你想象下，當時嘅人係點樣生存？佢哋原本係靠海食海、種田捕魚，而家要你一晚之間搬走，唔走嘅就係死罪。官兵仲會將沿海嘅房屋全部拆毀，唔俾你有任何留戀。呢個狀態持續咗幾耐？由1662年開始，一直到1669年先至開始局部復界。但係要真正恢復返原本嘅生活，已經係50幾年之後嘅事。喺呢50幾年入面，香港真真正正變成咗一座死城。成個香港島、大嶼山、屯門、元朗，全部都係斷垣殘壁、雜草叢生，連半個人影都見唔到。呢段歷史嘅空白，亦都導致後來好多家族嘅族譜斷咗層，亦都令到後來嘅英國人嚟到嘅時候，覺得呢度好似冇乜發展咁。其實係因為呢度經歷過一場慘絕人寰嘅人為大遷徙。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問：既然香港曾經係死城，咁後嚟啲人係邊度嚟㗎？其實就係等復界之後，政府鼓勵內陸嘅人搬翻去海邊，亦都吸引咗好多客家人南下。呢啲新移民同埋原本留低嘅圍頭人，重新建立起村落。而隨住人口增加，海上面嘅活動亦都開始變得複雜。呢個時候，香港歷史上最傳奇嘅人物之一就要出場啦。佢就係張保仔。好多人諗起張保仔，可能只係諗起長洲嗰個窄到爆嘅張保仔洞，以為佢只係一個喺山窿匿埋嘅小海盜。但係如果你翻查當時嘅歷史文獻，特別係西方人寫嘅記錄，你會發現張保仔根本就係一個海賊王。佢全盛時期手下有幾百隻戰船，人數高達4-5萬人。你諗下，當時清朝嘅正規水師見到張保仔嘅船隊，
都要兜路走。而最令我哋震撼嘅係發生喺1809年，即係嘉慶14年嘅一場大戰。呢場大戰唔係普通嘅官兵捉賊，而係一場真正意義上嘅中外聯合大戰。地點就係喺今日香港大嶼山嘅赤節角一帶，即係而家機場附近。當時個背景係咁樣嘅：張保仔領導嘅紅旗幫勢力太大，大到清朝政府已經完全控制唔到。廣東水師被打到殘晒，連兩廣總督白寧都覺得好頭痕。於是清朝政府做出咗一個令後世覺得好諷刺嘅決定，佢哋去個外國勢力幫手。當時葡萄牙人佔據住澳門，佢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嘅西式戰船同埋大炮。而英國嘅東印度公司為咗保障佢哋喺珠江口嘅鴉片同埋茶葉生意，亦都非常之想除掉張保仔呢個眼中釘。於是一個史無前例嘅三國聯軍成立咗。清朝嘅官船、葡萄牙嘅巡洋艦，再加上英國武裝商船，一共集結咗幾十隻巨型戰艦，準備喺大嶼山海域將張保仔一網打盡。1809年11月，張保仔嘅船隊被封鎖喺赤烈角灣。呢場戰鬥打咗足足9日9夜。你可能會覺得張保仔只係用啲木船，點同人哋嘅西式大炮打呀？但事實係張保仔絕對係一個軍事天才，佢利用香港複雜嘅地理環境同埋對風向潮汐嘅精確掌握，喺狹窄嘅水道入面同聯軍周旋。當時葡萄牙人嘅船雖然炮火猛烈，但係船身太深，唔敢入淺水區。張保仔就用火船攻勢，將點燃咗嘅小船衝向聯軍，搞到對方手忙腳亂。根據當時參與戰鬥嘅葡萄牙官員記錄，張保仔嘅軍隊紀律非常之嚴明。甚至連女人都會上陣打仗，佢哋嘅炮火雖然比唔上西式大炮，但係勝在人多勢眾，而且視死如歸。最終呢場三國聯軍圍剿行動竟然係以失敗告終。聯軍圍咗9日，雖然殺傷咗唔少海盜，但係始終突破唔到張保仔嘅防線。最後張保仔仲成功帶領主力部隊，趁住風向轉變，突破重圍撤退咗。呢件事話俾我哋知，香港早喺200幾年前就已經係國際角力嘅戰場，而張保仔呢個人亦都絕對唔係普通嘅土匪。佢後來接受清朝招安，做咗二品官，官至副將。呢個結局亦都充滿咗傳奇色彩。佢由一個漁家仔變成海盜首領，再變成朝廷武官。佢嘅一生其實就係嗰個大時代香港命運嘅縮影。不過講到中西大戰，如果你以為張保仔係第一場，咁你就有錯啦。其實早喺張保仔之前嘅300年，即係明朝正德年間1521年，香港嘅屯門已經爆發過一場真正嘅中西大戰。呢場就係歷史上出名嘅屯門海戰。當時嘅背景係大航海時代開始，葡萄牙人佔領咗馬六甲之後，一直想喺中國沿海開一個據點。情況就好似後來嘅英國人咁，佢哋來到屯門，唔單止起咗石堡，仲喺附近橫行霸道，搶奪商船，甚至傳說會拐帶人口。明朝政府當然唔可以坐視不理，於是派出了廣東提舉備窩代巡道汪怪，帶領水師去討伐呢班佛朗機人。呢場戰爭非常之有意思，因為佢係中國軍隊第一次正面對抗西方嘅火器。葡萄牙人當時用嘅係一種叫蜈蚣船嘅戰艦，上面裝載住射程遠、威力和大嘅佛朗機炮。明朝嘅水師開頭食咗好多苦頭，因為我哋嘅舊式火箭根本射唔到咁遠。但係汪宏好聰明，佢一邊觀察對方嘅武器，一邊運人秘密仿製。佢仲做一啲長期同葡萄牙人做生意、了解對方底細嘅人做內應。最終明軍利用火攻同埋人數優勢，趁住葡萄牙船隻轉向唔靈活嘅弱點，大敗對方。呢場仗打完之後，葡萄牙人被趕出咗屯門，退縮去到澳門。所以你睇下，由1521年的屯門海戰到1809年的赤角大戰，再到1841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香港呢個地方其實一直都係中國同西方接觸、碰撞、衝突嘅最前線。
話香港係小漁村，其實係一種好殖民者嘅視覺，因為佢哋想強調自己嚟到之後先至帶來文明。但如果我哋翻開歷史，你會發現呢片土地一早已經充滿咗故事，一早已經係國際舞台嘅一部分。而家我哋返去講嗰個消失嘅50年，點解我會強調呢段時間呢？因為呢段時間嘅遷界令其實徹底改變咗香港嘅人口結構。喺遷界之前，香港嘅居民主要係講圍頭話嘅本地人。遷界之後，由於元氣大傷，好多原本嘅大族都沒落咗。等到後來復界，政府為咗填補人口，引入咗大量嘅客家人。今日我哋喺新界見到咁多客家村，甚至連我哋講嘅廣東話入面有啲詞彙，其實都係嗰段歷史交融嘅產物。遷界令對香港嘅影響，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對海洋嘅態度。清朝嘅禁海政策，令到原本好發達嘅海上貿易一度中斷，亦都令到香港呢啲沿海地方嘅人對朝廷產生咗一種好複雜嘅情緒。一方面佢哋要依賴朝廷保護，另一方面佢哋又覺得朝廷嘅政策隨時會毀掉佢哋嘅家園。呢種山高皇帝遠，加上自求多福嘅心態，其實一直流傳喺香港人嘅骨子入面。講返張保仔，大家可能好奇佢點解可以組織到咁強大嘅勢力？其實當時嘅海盜唔係我哋想象中嗰啲周圍搶嘢嘅流氓，佢哋有一套好嚴密嘅組織架構，甚至有自己嘅稅收系統。當時喺珠江口行駛嘅商船，如果不交保護費俾紅旗幫，基本上係冇可能安全通過嘅。張保仔同佢嘅太太鄭一嫂，將成千上萬嘅漁民、流民組織成一個海上王國。呢個王國有幾強大？根據當時嘅記錄，紅旗幫嘅船隊擁有最新式嘅外國大炮，因為佢哋會透過黑市交易，或者直接喺戰鬥中繳獲外國船隻嘅武器。所以當清朝水師仲用緊幾十年前嘅舊火藥嗰陣，張保仔嘅手下已經用緊同英國皇家海軍差唔多層次嘅武裝。喺1809年嗰場赤角海戰入面，三國聯軍之所以打唔贏，除咗張保仔戰術得宜之外，仲有一個原因就係聯軍內部嘅矛盾。清朝政府信唔過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又覺得英國人係嚟搶地盤嘅，結果大家各懷鬼胎，根本發揮唔到應有嘅戰鬥力。相反，張保仔嘅人雖然係海盜，但係因為佢哋嘅生死都係埋一齊，反而更加團結。呢場仗之後，清朝意識到用武力係解決唔到問題嘅，於是改用招安嘅策略。百靈總督親自去同鄭一嫂談判，開出咗好優厚嘅條件。最終張保仔帶領手下投誠，佢自己做咗武官，而佢嘅手下大多數都編入咗水師。呢件事其實對香港後嚟嘅治安都有影響，因為原本嗰班最熟悉海路、最打得嘅海盜，搖身一變變成咗保護海岸嘅官兵。講到呢度，我哋重新審視客小漁村呢個說法。其實清朝中葉嘅香港雖然唔係好似而家咁有摩天大樓，但佢係一個非常活躍嘅經濟區。除咗我頭先講嘅香、木、珍珠、鹽之外，仲有石材。今日香港仲有好多地名同石有關，好似茶果嶺、牛頭角咁，當年都係採石場，供應成個廣州甚至更遠地方嘅建築需要。所以香港嘅消失其實只係一種政治上嘅刻意忽略。對清朝朝廷嚟講，呢度係反賊匿埋嘅地方，係令人頭痛嘅邊疆。對後來嘅英國人嚟講，呢度係一個可以用嚟擴張貿易嘅跳板。但係對於一直生活喺呢度嘅人嚟講，香港從來都唔係一個死城，亦都唔係一塊荒地。我哋今日講呢啲歷史，係想話俾大家知，香港人嘅韌性係有淵源嘅。由遷界令嗰種近乎滅絕嘅打擊入面生存落嚟，喺三國聯軍嘅炮火入面生存落嚟，呢種喺夾縫入面生存空間嘅能力，其實早喺幾百年前就已經寫入咗香港嘅基因。張保仔呢個人，雖然喺正統歷史入面被寫成係海賊，但係喺民間傳說入面，佢往往被描寫成一個劫富濟貧嘅英雄。呢種對權威嘅不信任，
同埋對民間傳奇人物嘅崇拜，亦都係香港文化嘅一個特點。你想吓，點解我哋而家仲咁鍾意睇海盜片？點解我哋對嗰啲喺大海上面自由自在、挑戰權威嘅故事咁有共鳴？其實都係因為我哋嘅歷史入面真係有個咁樣一個真男人。下次當你去大嶼山行山，或者去赤達角坐飛機嘅時候，你可以想象啊，喺200多年前嘅呢片海域，曾經有個幾百隻戰船喺度廝殺，炮聲震天。嗰度唔止係一個現代化嘅機場，更加係一個曾經令到清朝、葡萄牙、英國三方都束手無策嘅古戰場。而嗰個消失嘅50年，亦都提醒我哋，歷史係可以被掩蓋嘅，但係土地嘅記憶係唔會消失。遷界令雖然令到香港荒廢咗一排，但係復界之後呢度反而變得更加多元，唔同族群嘅人喺度重新落地生根，共同建設出後來那個令世界驚嘆嘅國際大都市。香港嘅歷史遠遠比1841年要早得多，亦都比漁村呢兩個字要精彩得多。由明朝嘅屯門海戰到清初嘅慘烈遷界，再到張保仔橫掃南中國海，呢片土地一直都係英雄輩出，風起雲湧。我哋作為香港人，了解呢啲隱藏喺教科書背後嘅真相，其實係對自己身份嘅一種重新發現。如果有人再同你講香港以前只係一條小漁村，你就可以同佢講張保仔嘅故事，同佢講屯門海戰嘅歷史，同佢講嗰段消失咗50多年嘅死城往事。你會發現，當你了解得越多，你就越會對呢個家有一種唔同嘅歸屬感。因為香港唔係突然間喺石頭入面爆出嚟嘅，佢係經過咗幾百年嘅火與血、汗與淚，先至變成今日我哋見到嘅樣。張保仔嘅傳奇其實仲有好多細節值得我哋去挖掘，例如佢同鄭一嫂之間嘅關係其實係非常之現代嘅。鄭一嫂唔單止係佢個老婆，更加係佢嘅政治導師同埋戰略顧問。喺那個男權至上嘅時代，一個女人可以統領幾萬個兇悍嘅海盜，仲可以喺同朝廷談判嘅時候爭取到最大利益。呢種智慧同氣魄，其實同後嚟香港女性喺社會上嘅強勢地位，係咪有一種冥冥中嘅聯繫呢？仲有當時張保仔嘅船隊入面，其實有好多係喺岸上生活唔落去嘅農民，因為遷界令同埋連年嘅戰亂賦稅，好多人被逼流亡海上，所以張保仔嘅勢力本質上係一場民間嘅生存反抗。佢哋雖然被稱為海盜，但對於好多貧苦大眾嚟講，佢哋反而係一種保護力量。至於中西大戰，由500年前嘅屯門海戰開始，中國就已經意識到西方火氣嘅犀利。可惜嘅係，明清兩代嘅統治者雖然喺戰鬥中見識到咗對方嘅優勢，但係戰鬥結束之後，往往又返去閉關鎖國嘅老路上面，冇真正咁去學習同埋變革。如果當年明朝或者清朝可以喺贏咗仗之後，真心去研究西方嘅航海同埋科技，或許後來香港嘅命運，甚至成個中國嘅命運，都會截然不同。歷史冇如果，但係歷史可以俾到我哋啟示。香港嘅興起從來都唔係偶然，佢得天獨厚嘅地理位置，注定咗佢係一個要面對世界、要海納百川嘅地方。由張保仔嘅紅旗幫，到後來嘅轉口貿易港，再到而家嘅金融中心，香港嘅靈魂其實一直都同海洋連埋一齊。海洋代表嘅係自由，係機會，亦都係挑戰。呢段消失咗嘅歷史，今日重新被翻開，係想話俾大家知，唔好睇輕自己居住嘅呢片土地，佢嘅底蘊深厚到你唔信。由明朝、清朝到現代，香港一直都喺度，一直都用佢自己嘅方式喺大時代嘅浪潮入面生存進化。最後，我想講講關於張保仔洞嘅一點諗法。其實長洲、大嶼山、塔門，甚至南丫島，好多地方都有張保仔洞嘅傳說。雖然考古學家未必嚇到真係張保仔匿埋過嘅證據，但係呢啲傳說嘅流傳
反映咗民間對呢段歷史嘅記憶。我哋唔需要去深究個窿係真定假，因為真正嘅張保仔係活喺嗰場震撼世界嘅赤脊角大海戰入面，係活喺嗰段對抗強權、追求自由嘅歷史入面。今日我哋講咗咁多，由消失嘅50年講到三國聯軍大戰張保仔，由明朝嘅屯門海戰講到香港嘅經濟前身。希望大家聽完之後會對香港呢個地方有更多嘅想象。呢度從來都唔寂寞，呢度從來都唔係一個小漁村，呢度係一個充滿傳奇、充滿人性、永遠喺浪尖上面前行嘅地方。我哋嘅故事由500年前嘅第一聲炮響開始，一直寫到而家，而且仲會繼續寫落去。多謝大家陪我一齊穿梭時空，翻去嗰個消失咗嘅香港，去見證嗰啲被遺忘嘅真男人，同埋佢哋嘅熱血時代。如果你鍾意呢種深挖歷史嘅內容，記得留意我之後嘅分享。我哋下次再見。其實如果要再深入啲講，張保仔嘅成功同埋最後嘅收場，亦都反映咗一種中國式嘅智慧。佢知幾時要進，亦都知幾時要退。佢喺全盛時期選擇招安，唔單止救咗自己，亦都救咗手下幾萬條人命。佢後來喺清朝官場雖然唔算大紅大紫，但起碼可以安享晚年。呢種轉身嘅藝術，亦都係一種生活喺大力量夾縫中嘅生存之道。而講返嗰場1521年嘅屯門海戰，其實我哋都要記住，黃黃呢個人，佢係一個典型嘅有遠見嘅官員。佢明白面對新事物，唔係一味靠死衝，而係要學習同利用。佢當時請教嗰啲喺葡萄牙船上工作過嘅華人，甚至秘密將大炮嘅零件拆落嚟研究。呢種務實嘅態度，其實就係後來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嘅根源。香港呢座城市係由無數咁多個好似張保仔、汪巷咁樣嘅人，用佢哋嘅選擇同埋行動，一筆一筆勾勒出嚟嘅。佢唔係由一個條約或者一個儀式就突然產生，佢係喺幾百年嘅磨合入面慢慢長出嚟嘅。由死城到新界嘅復興，由海盜橫行到法治之都，呢段路行得好唔容易。所以話大家千祈唔好俾漁村呢兩個字限制咗你對香港嘅想象。我哋嘅歷史有住大航海時代嘅壯闊，有住封建王朝嘅慘烈，亦都有住海盜傳奇嘅浪漫。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嘅根，我哋嘅故事。當你下次企喺維多利亞港邊，或者喺大嶼山遠眺大海嘅時候，你可以喺腦海入面重新播放一次呢場500多年嘅中西大戲。你會發現香港嘅每一波浪花其實都帶住歷史嘅回響。呢場戲仲未做完，因為歷史係活嘅。我哋每一代香港人其實都係喺度續寫緊呢篇關於海洋、關於生存、關於自由嘅故事。由500年前嘅屯門到200年前嘅赤脊角，再到今日嘅每一條街巷，香港嘅傳奇永遠都係咁精彩。再諗下，點解當時嘅葡萄牙人要揀屯門？點解後嚟嘅英國人要揀香港島？其實都係因為呢度嘅地理優勢實在係太明顯啦。深水港，天然屏障，而且處於珠江口嘅核心位置。呢啲天然嘅條件令到香港注定唔可能只係一個安靜嘅漁村。佢由出生嗰一刻開始就被賦予咗要做大生意、做大事嘅使命。而嗰段消失嘅50年，雖然對當時嘅人嚟講係災難，但對後來嘅香港嚟講，亦都係一種重啟。佢清空咗舊有嘅束縛，令到後來唔同背景嘅人可以喺度重新開始。呢種鳳凰涅槃式嘅經歷，其實都喺後來嘅歷史入面不斷重複。每次當大家覺得香港死得啦、玩完啦嘅時候，佢總係可以好似當年復界之後咁，以一種全新嘅姿態重新企起身，而且變得更加強大。呢個就係香港，一個你以為你了解，但其實隱藏住無窮秘密嘅地方。張保仔唔係一個符號，佢係一個活生生嘅歷史見證。屯門海戰唔係一場普通嘅衝突，
佢係全球化初期嘅第一聲警鐘。而嗰個小漁村嘅神話，其實係時候要由我哋自己去打破，去許返屬於我哋自己嘅真實記憶。今日同大家講咗咁耐，其實就係想大家明白，了解歷史唔係為咗記住幾個年份或者幾個名，而係要了解我哋係點樣嚟到今日呢一步。當你明白咗呢500年嘅滄桑，你就會更加珍惜而家擁有嘅一切，亦都更加有信心去面對未來。因為我哋嘅祖先喺最艱難嘅時候都未放棄過，喺最強大嘅敵人面前都未退縮過。張保仔嘅船隊雖然已經消散喺歷史嘅煙雲入面，但係嗰種敢於挑戰大海、敢於喺夾縫中生存嘅精神，依然流淌喺每一份香港人嘅血液入面。我哋唔需要做海盜，但係我哋需要有張保仔嗰種勇氣。我哋唔需要打仗，但我哋需要有汪居嗰種智慧。呢個就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消失的50年同埋海盜王張保仔嘅故事。希望呢段跨越500多年嘅旅程，可以帶俾你一啲思考，甚至係一啲能量。歷史從來都唔係枯燥嘅紙上談兵，佢係一場又一場生動嘅人生冒險。多謝大家嘅聆聽，我哋下次再繼續發掘更多關於呢片土地嘅神奇故事。大家成日聽人講想健康就要食得貴，一講到養生，好多人第一時間就諗起要去嗰啲貴價有機超市買幾百蚊一樽嘅奇亞籽、幾千蚊一隻嘅花膠，或者係買埋一大堆標榜由外國進口、包裝到靚一靚嘅堅果。如果你仲係咁諗，咁你真係要留心聽清楚啦，因為你可能一直喺度揼錢入大海。其實要通血管、降三高、抗發炎，根本唔使咁破費喎，只要你識得揀，喺我哋屋村商場嗰啲百佳、惠康或者係街市附近嘅普通超市，就已經隱藏咗5大平民救命恩物。呢幾樣嘢平時你可能行過都唔會睇多兩眼，但係佢哋嘅營養價值分分鐘仲高過你買嗰啲幾百蚊嘅保健品。今日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點樣用最平嘅價錢食出最強嘅體質，幫你慳返大筆醫藥費。我哋先嚟講下點解呢件事咁緊要。依家好多人未到50歲，甚至係啱啱踏入40歲，體檢報告就已經一片紅字，血壓高、血糖高、膽固醇高，呢啲三高問題，其實背後都有一個共同嘅大佬，就係慢性發炎。你可以想象下，你嘅血管就好似屋企嘅水管咁，如果你每日食埋啲煎炸嘢、精製糖，啲水管就會慢慢生鏽、積聚垃圾，等到你60歲、70歲嗰陣，血管塞咗，要去通波仔，或者係中風要住院，嗰筆數真係計都計唔掂。所以趁依家仲行得走得，喺超市執呢幾樣恩物返屋企就係最好嘅投資。第一樣我要強烈推薦嘅就係好多人嫌佢腥、嫌佢老土嘅沙甸魚。好多人想補充 Omega-3，第一時間諗起買三文魚。係，三文魚係好食。但係你有冇發現，依家超市買2塊靚嘅急凍三文魚，隨時要成嚿幾水，而且三文魚係大型魚類，處於食物鏈高層，重金屬超標嘅風險其實唔細。但係沙甸魚就唔同啦，你行去罐頭嗰一格，嗰啲10幾20蚊一罐嘅茄汁沙甸魚，或者係浸油沙甸魚，其實係寶嚟㗎。沙甸魚係細魚，生長期短。所以佢體內積聚嘅重金屬好似汞咁係非常之低，最緊要係咩？佢含有極之豐富嘅 EPA 同 DHA 呢2種 Omega-3 脂肪酸，係公認嘅血管清道夫，可以幫你降低血液入面嘅三酸甘油酯，預防血塞成，通血管效果一流。好多老人家或者係50、60歲嘅朋友開始擔心骨質疏鬆，又唔想食咁多鈣片。沙甸魚罐頭最正嘅地方係佢連骨都整到軟晒，你可以成條食落肚。呢啲魚骨提供咗非常之容易吸收嘅鈣質。你想諗下，10幾20蚊有齊通血管嘅靚油，又有補骨嘅鈣質，仲有高蛋白質，去邊度睇？不過記得買嘅時候揀浸水或者橄欖油浸嘅會更健康。如果買茄汁嘅就要留意飯入面嘅糖分。講完沙甸魚，我哋再睇下第二樣嘢。呢樣嘢喺堅果櫃位附近，但係好多人會忽略佢，就係亞麻籽粉。大家都知堅果好，例如合桃、開心果，但係呢啲嘢食得多真係好貴，而且脂肪含量極高。
一唔小心食過量就變咗增肥。而亞麻籽粉簡直係平民版嘅堅果精華。亞麻籽含有好高嘅木酚素，呢種成分係一種強效嘅抗氧化劑，對於調節荷爾蒙同抗發炎有好大幫助。對於好多踏入更年期或者係40-50歲開始注重抗衰老嘅女士嚟講，亞麻籽直頭係護身符，而且佢嘅纖維量極高，可以幫你帶走腸道入面嘅廢物同埋多餘嘅膽固醇。我通常會建議大家買成粒嘅亞麻籽返嚟，用咖啡機磨碎，或者直接買已經磨好嘅粉。每日早餐加1湯匙入去麥皮或者乳酪度，唔單止增加口感，仲可以幫你穩定血糖。你想下，你買一包亞麻籽粉可以食到1-2個月，平均每日都係幾毫子，比起你買幾千蚊一盒嘅抗衰老精華，呢啲由內而外嘅調理先至係最抵到爛。跟住落嚟要講嘅第3樣係呢幾年喺健康界好紅，但係其實好平嘅奇亞籽。好多人以為奇亞籽係外國超市先有，其實依家連普通藥房或者大型超市嘅健康食品區都好容易惹到。點解我要強調佢？因為佢係控糖神器。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或者你自己係屬於澱粉怪，餐餐都要食大碗飯，咁你一定要識得用奇亞籽。奇亞籽嘅吸水能力好勁，可以吸收自身體積10幾倍嘅水，變成果凍狀。呢啲水溶性纖維入到胃之後，會延緩碳水化合物嘅消化同吸收，令你食完飯之後血糖唔會突然飆升。對於一啲已經50幾歲開始有前期糖尿病指兆嘅朋友，奇亞籽簡直係救命一物。佢仲含有大量嘅 alpha 亞麻酸，同樣係對心臟好。平時你可以喺飲水嘅時候加1匙落去，或者整成奇亞籽布甸。佢冇乜味，唔會影響食物本身嘅味道，但係功能就強大到不得了。講到通血管同降三高，點可以唔提第4樣嘢？薑黃粉。好多人一聽薑黃就諗起咖喱，係咖喱係好食，但入面太多油同鹽。如果你直接去超市嘅香料架買1小樽純薑黃粉，你會發現一個新世界。薑黃入面最珍貴嘅係薑黃素，呢種物質係目前已知最強嘅天然抗發炎藥之一。現代人好多病，包括關節痛、心腦血管病，甚至係認知障礙症，其實都係因為身體長期處於慢性發炎狀態。薑黃素可以入到細胞，關閉嗰啲發炎開關。我有個朋友20幾歲就開始有膝頭痛，到咗40幾歲，直頭行路都辛苦。後來佢學識每日喺煮飯、炒菜或者係沖暖牛奶嘅時候加少少薑黃粉，再加埋黑胡椒，呢點好重要喎。黑胡椒入面嘅胡椒鹼可以增加薑黃素嘅吸收率成20倍。堅持咗2-3個月，佢發現關節嘅僵硬感真係減輕咗好多。呢啲香料一樽仔可以用好耐，平均每餐嘅成本可能都唔使1毫子。你諗下，如果你平時食一粒止痛藥，或者係去睇一次中醫物理治療，要幾多錢？而呢啲隱藏喺超市香料架嘅救命恩物，就咁靜靜雞喺度幫你守護健康。最後一樣要介紹嘅，可以話係最普通、最唔起眼，但係殺傷力最強嘅燕麥糠。大家可能都食過麥皮。但係燕麥糠係燕麥最外層嗰層皮，入面含有嘅 β 葡聚糖係普通麥皮嘅好幾倍。β 葡聚糖係一種好特別嘅纖維，佢入到腸道之後會變成好似膠水咁嘅物質，將你膽汁入面嘅膽固醇捉住，然後帶出體外。好多60幾歲嘅老人家成日煩惱點樣降膽固醇，又唔想食咁多西藥，驚副作用。燕麥糠就係最好嘅自然輔助工具。而且燕麥糠食落去好有飽腹感，對於想減肥嘅朋友嚟講，佢係替代白飯或者麵包嘅極佳選擇。喺超市買一袋燕麥糠都係20-30蚊。我成日同人講，如果你可以每日早餐食一碗燕麥糠，配埋頭先講嘅亞麻籽粉同少少藍莓，你呢一餐嘅營養價值基本上已經超越咗好多貴價下午茶。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發現，我介紹嘅呢5樣嘢：沙甸魚、亞麻籽粉、奇亞籽、薑黃粉、燕麥糠，全部都有一個共同點，就係平同埋實用。點解我會咁感觸要拍呢條片？因為我見到太多人平時買護膚品、買名牌手袋，幾千幾萬蚊都唔手軟，但係喺超市買嘢食嘅時候，反而會為咗慳嗰幾蚊去買啲劣質嘅加工食品。
又或者係病咗之後先至肯花幾萬蚊去睇私家醫生，買昂貴嘅補藥。其實健康嘅秘訣真係唔係嗰啲標榜高科技或者珍稀成分嘅嘢。喺我哋祖父母嗰個年代，或者係我哋細細個嗰陣，大家食嘅嘢其實好簡單好原形，只係依家嘅商業社會太多廣告令你覺得要健康就一定要買貴嘢。我諗起我老豆，佢今年都70幾歲啦，佢50歲嗰陣心臟血管已經有啲狹窄，醫生叫佢要小心。嗰陣佢冇錢買乜嘢高級保健品，就係每日堅持食嗰啲平價嘅燕麥同沙甸魚，煮菜落多啲薑黃。到咗今日，佢個心臟仲壯健過好多40歲嘅年輕人。呢啲就係平民救命一物嘅威力。所以下次你再去超市，唔好一入去就衝去零食區，或者係嗰啲包裝華麗嘅禮盒區，試下行去罐頭架、香料架或者係穀物區，下呢5樣寶貝。我再幫大家總結一下個超市攻略。首先去碎罐頭沙甸魚，記得睇清楚標籤，揀浸水或者橄欖油嘅，避開太多添加劑嘅款式。第二，去香料區拎一樽純薑黃粉，順便買埋黑胡椒，呢個組合係抗炎黃金拍檔。第三，去健康食品或者穀物區買齊